是不是两个吗？有两个吧。妈妈肉。一个是哪个？不要比了。俺要最会了哈，俺要的专长就是好，你们有折飞机哦。好，来继续。已经写过了。到底，等哦，你要有顺序哦哈，等哦很重要哈，还有把那号。好，看一下你的字，我念哈，的有吗？好，等候的要压住哈，要不然跑掉了哈。有了吗？有。考试的时候这个很注意呢。哪里？不知道是什么。对，有了吗？还没。你都没在写。他们不用写了，他们听得懂吗？不要为难他们好不好？你为难我们自己。然后呢，好了没有？对，是什么？一转，来要很快呀。有两个都一起写。在哪里来？你看一下。在哪里？这里呀，要认识它哦，哈，你很棒的。就是麦当劳的，很卖。对。卖菜。卖菜。再给一人卖口令。好，你的笔记不要爱惜哦，绝对不要折到哈，不要折到。好，呢，要爱惜这个礼物哈，我们到那个毕业的时候，这个礼物都还要在哦。那个妈咪一直擦来擦去哈。没有，因为刚刚有两个就两个一起写在一起。好，没有关系哦。最重要的是你写了没有哈？一个头挤在一起哈。哪样你就会啊？哪样？写出来了没有？哎呦，哪样你的还没有写呢？你们每天就把这个24个字母写出来，你们就会很熟了哈，很重要。从字母开始熟悉。好了哈，也好了，S 型，来看这里，这样，来这样，来站起来，你们不会写的要这样，来，1、2、3，来，快快，跟我摇头呢哦 ，S 弯弯的哈，会开车的就会 S 型了，好的。宝奈有在开车吗？你有没有在开车？没有，我不会。好，你没有开车了，因为没有车了。我想要有，很重要哈，以后你要带他们出去。没有，不用走。好惨哦！我自己又开车。你看你们看那个电充好的时候，坐在那边然后遥控的那种。你们要检讨一下那个妈咪不想载你们的原因。主要是我不会开车，我干嘛载你？好，来。有3个我都想跟你们一起死。我先走。不要走。好，我喝。你很忙哎，一直拉链，你看又跑掉了。好，我们不念喝哎呦，我刚刚是刚刚是现在是喝。好，还要加油，还要已经写出来了哈。然后妈咪忙着涂改哈。好，到底为什么又要给他涂改？那个很宝贝呢，你知道吗？要小心哦，你们这个立可带很好哦。好，妈妈买的那个。多一个你们就多一个资源可以用啊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一个是好，有了吗？好，来我看看你们到底写的如何。第一个送过来的，来
来，你们的笔借我。那个有红色的吗？有啊，我有。哦好，等我的红色的笔，借一下，我要马上批改它。哇，这个幼幼班的哦，幼幼班。啊，这个不是红色的，我要赶奶奶。对，赶奶奶啊，引笔。嗨，阿来姐姐。阿来姐姐，我拿椅子来做梦。